又係講道嘅時間。今日講道嘅經文喺《申命記》9章9至24節。我上了山，要領受2塊石板，就是耶和華與你們立約的板。那時我在山上住了40晝夜，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耶和華把那2塊石板交給我，是神用指頭寫的，板上所寫的是照耶和華在大會的日子，在山上從火中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過了40晝夜，耶和華把那2塊石板，就是約板交給我，對我說：你起來，趕快下去，因為你從埃及領出來的百姓已經敗壞了自己，他們快快的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為自己鑄成了偶像。耶和華又對我說：我看這百姓是硬着頸項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滅絕他們，將他們的名從天下塗抹，使你的後裔比他們成為更大更強的國。於是我轉身下山，山被火燒沖，2塊約板在我2手之中。我一看見你們得罪了耶和華你們的神，鑄成了牛犢，快快的偏離了耶和華所吩咐你們的道，我就把那2塊板從我手中扔下去，在你們眼前摔碎了。18節，因你們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惹他發怒，我就像從前俯伏在耶和華面前40晝夜，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我因耶和華向你們大發烈怒，要滅絕你們，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華又應允了我。耶和華也向亞倫甚是發怒，要滅絕他。那時我又為亞倫禱告。我把那叫你們犯罪所鑄的牛犢用火焚燒，又攪碎磨得很細，以致細如灰塵。我就把這灰塵撒在從山上流下來的溪水中。你們在他毗拉、瑪撒、基博羅哈他雅又惹耶和華發怒。耶和華打發你們離開加底斯巴尼亞，說：你們上去得我所賜給你們的地。那時你們違背了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聽從他的話。自從我認識你們以來，你們常常叛逆耶和華。咁我哋都冇冚埋聖經，同埋打開程序表嘅第8頁，有啲輔助經文嘅。今日有本會嘅張志仁牧師為我哋當中證道，題目係摩西愛心的服侍。有請張牧師。摩西，神嘅僕人，好多地方都值得我哋學習。無論佢係帶領以色列人經過種種嘅困難，最終為以色列人預備約書亞，最終能夠達到神嘅目標，能夠進入迦南，或係佢為神寫下摩西五經，讓以色列民族同埋神嘅子民一路蒙福，等等，都係非常值得我哋敬佩同埋學習嘅。但係我哋今朝早崇拜嘅時候，係集中去學習同埋去默想摩西其中一樣嘅品格，係我哋一生要追求，一生要更加努力去效法嘅，就係摩西
嗰份對神嘅子民、對神嘅百姓好有深度嘅愛，好有深度嘅愛。呢份愛真係能夠反映到主耶穌嗰份嘅無條件嘅、毫無保留嘅、捨己嘅、犧牲嘅愛。如果我哋弟兄姊妹能夠將呢份愛應用喺教會嘅侍奉上邊，教會就係能夠喺呢個危機重重同埋撕裂嘅世代裏邊屹立不倒，為神作美好嘅見證。如果我哋弟兄姊妹能夠將摩西嗰份愛應用喺我哋家人嘅生命當中，我哋就能夠挽回我哋嘅家人，讓我哋嘅家庭喺百般嘅衝擊裏邊屹立不倒。啱啱主席讀呢幾段嘅經文，千萬我哋唔好以為係摩西喺度發緊牢騷，唔係，摩西唔係發牢騷，摩西係想向第二代以色列人去表達佢對呢個民族嘅愛係幾咁長闊高深。申命記已經係摩西即將要返天父之前，對第二代以色列人一個最後嘅祝福。喺呢個最後嘅祝福裏邊，摩西讓以色列人明白佢係幾咁愛呢個民族。佢點樣幾咁愛呢個民族呢？我哋會分開幾個重點嚟到一齊思想，讓我哋每一個重點都加以學習。第一方面，摩西係愛一班不停咁傷害佢、不停咁得罪神嘅民族。摩西係繼續去服侍一班曾經犯大罪、曾經喺佢最期待嘅時候、最有期望嘅時候，令佢跌入最深嘅失望裏邊，同埋唔止一次，係一次又一次咁去傷害佢，去得罪神。但係摩西並冇放棄呢個傷害佢、得罪神嘅民族，最終一路能夠服侍呢個民族去到底，直至到神接佢返天家。所以喺租兒所讀嘅經文裏邊係提到以色列民族喺出埃及冇幾耐，並且喺呢個出埃及記19到20章，出埃及記19到20章啱啱係聽到神喺西奈山上面嗌出十誡，神用佢嘅大能喺西奈山上面嗌出十誡，全體以色列人都聽到。當摩西上西奈山去領受呢個十誡嘅法版嘅時候，以色列人喺西奈山下邊發生咩事啊？啱啱聽到神嗌出十誡嘅聲音，已經完全嘅忘記咗，就俾佢哋喺埃及嘅時候嘅迷信咧重新捆綁，俾佢哋自己舊人舊我重新捆綁、重新絆倒，對神完全失去信心，對過紅海，對喺曠野裏面得到嗎哪、得到水源、睇住雲柱火柱呢一切嘅恩典，全部忘記，翻去埃及嘅迷信裏面，一齊去合力製造咗一隻金牛犢，然後敬拜金牛犢。摩西並冇掩飾佢自己極度嘅失望同埋憤怒，所以喺經文嘅記載裏邊，佢係都記載咗佢自己啱啱領受嗰十誡嘅法版，佢點樣處理。佢真係嬲到冇辦法能夠再忍受，將個十誡嘅法版點啊？
佢嘅感受就好似一個即將要結婚嘅人，聽日就要去行婚禮。今晚先收到警局嘅電話，話俾我聽，你想要同佢結婚嗰位伴侶咧佢犯咗咩罪咁樣，真唔真係嘛？就係咁咯。佢喺西乃山滿懷期待，呢個民族有一個新嘅開始，新嘅未來。喺神嘅十誡裏邊咧，向迦南邁進啊！領受咗呢個十誡嘅法版啊！天父通知佢乜嘢啊？佢哋喺下邊就違背咗佢哋啱啱聽到嘅十誡。摩西唔單止係重新去提及西乃山下邊以色列人被舊人舊我舊日嘅罪所捆綁呢件令佢痛苦嘅事，更加讓我哋留心嘅22節，佢再列舉幾件嘅事，就係佢自己呢40年嚟唔單止係經歷到以色列人犯大罪嘅嗰個傷害，更加係不停咁去聽到一啲好唔恰當嘅言語喺佢嘅耳裏邊。所以22節所講呢個他被拉，其實就係民數記11章1到3節。民數記11章1到3節嗰件事就係以色列人喺呢個行程裏邊不停咁去埋怨神，不停咁去埋怨神。呢一種埋怨嘅聲音，神聽到當然係唔喜悅啦，摩西聽到亦都係好難過。瑪撒係出埃及記17章1到7節。呢一度亦都係俾一啲非常非常唔好聽嘅說話俾摩西聽，就係當時大家都揾緊水源，暫時未揾到水源啫，唔係揾唔到，係暫時未揾到。佢哋已經不停咁發怨言，咁最後當然揾到啦，係咪？但係摩西已經聽咗呢啲怨言啦。基博羅哈他雅就係出埃及記11章4到35節，出埃及記11章4到35節，喺呢一件嘅事上邊嘅埋怨嘅說話更加難聽，更加難聽。因為喺呢一段嘅埋怨嘅說話裏邊係乜嘢埋怨呢？就係佢哋埋怨呢，食嗎哪太單調啊，唔夠豐富啊，想食肉啊。哇！喺曠野能夠有嗎哪食，有水飲，好唔好啊？好大恩典，喺曠野有嗎哪有水，係嘛？而且係暫時嘅過渡，就快去迦南啦嘛。佢哋嘅埋怨就係冇肉食啊，想食肉啊。所以摩西呢一段嘅記載係要表達到佢喺重重嘅傷害、罪、選民嘅罪、選民嘅怨言嘅傷害當中，佢冇放棄，佢堅持到底，繼續去服侍呢個得罪神、得罪佢嘅子民。呢個豈唔係我哋弟兄姊妹能夠長時間有毅力去服侍教會、服侍家庭嘅愛心咩？其實我哋眾弟兄姊妹嘅生命都係喺一個好唔完全、好多軟弱、好多不足嘅境況當中，我哋都會犯錯，我哋都會有軟弱，我哋都會有溝通不足、有誤會嘅時候。但係我哋會唔會因為呢一切而放棄我哋嘅侍奉呢？而離開我哋嘅弟兄姊妹呢？摩西俾我哋真係好大嘅提醒，好大嘅提醒嘅。神嘅子民啊，神嘅子民真係有呢個危機，有時翻去救人救我裏邊嘅，好似以色列人一樣，而且翻去救人救我嘅時間好快添啊，仲。所以我哋睇見同我哋一齊侍奉嘅弟兄姊妹軟弱啊，跌倒啦，我哋係咪就咁樣離開佢哋咧？係咪就咁放棄佢哋咧？或者我哋同我哋同工，同我哋一齊敬拜神嘅弟兄姊妹，俾啲好唔恰當嘅說話俾我哋聽，
好唔好嘅説話俾我哋聽，好似摩西咁樣一而再再而三。聽到呢啲埋怨嘅説話，佢已經盡咗力去做啦。關摩西咩事啊？未揾到水啊，暫時係咪？啊，冇肉食，咁神冇供應冇咯。咁摩西係咪因為咁而辭職啊？啊，唔做啊？我哋感謝神，所以摩西有一份不死嘅愛心，對傷害佢嘅神嘅子民，佢有好高期望嘅神嘅子民，令佢有好深失望嘅神嘅子民，佢係好失望、好難過，但係佢亦都找緊神俾佢嘅一生嘅使命，去牧養呢一班係咁唔成熟、咁唔長進嘅子民。第二方面，摩西嘅愛唔單止係顯示緊佢一路服侍呢班令佢受傷、令佢失望嘅子民，直至到神接佢返天家。我亦都睇見佢係用智慧同埋用心去幫助跌倒嘅神嘅子民，唔好再返去拜金牛嘅罪裏邊。佢係好用心，雖然佢好憤怒，但係佢亦都好有心同埋好有智慧，就算你嬲都冇用。如果你唔用一個具體嘅方法去幫助以色列人，真係能夠體會到金牛犢係冇能力噶，金牛犢保護唔到佢哋噶，係嘛？金牛犢自己自身都難保啊，係咪？只要以色列人睇到呢個事實，就係金牛犢係自身難保啊，你仲信佢做乜啦？於是咧，佢係做咗個行動，呢個行動真係好花時間噶，但係真係好有心思啊！就係摩西將呢個金牛犢點處理啊？點處理啊？頭先阿祖兒幫我哋讀咗咯喎，係咪？點處理啊？哇！金牛犢啊！嗱，你哋拜金牛犢唔啱嘅，我就將佢融咗佢啊！呢啲金就我要啦。如果摩西可以即係濫權可以咁噶嘛，係嘛？但係摩西點處理啊？將個金牛犢融咗磨碎，然後點啊？殺咗落去。喺以色列人面前咧，讓佢哋睇見佢所依賴、所依靠嘅嗰個偶像啊，自身難保啊！水沖咗走啦，仲拜做乜嘢啊？所以求主幫助我哋睇到弟兄姊妹落喺軟弱、喺過犯嘅當中，除咗憤怒之外，除咗失望之外，除咗受傷害之外，求神俾我哋有呢份智慧，點樣去挽回佢？點樣去讓佢能夠認識到試探引誘，佢點樣去勝過？係嘛？所以新約嘅聖經亦都俾咗我哋教導，我哋睇到弟兄睇到我哋所愛嘅肢體落喺軟弱嘅當中，我哋有咩具體嘅步驟可以幫佢哋咧？喺第一段嘅輔助經文都俾到我哋一啲嘅指引，讓我哋喺呢個群體裏面，我哋明白到有邊個唔會軟弱？個人都會軟弱噶啦。當我哋睇到別人眼中嘅刺嘅時候咧，主耶穌提醒我哋別人眼中嘅刺我哋好容易睇到好快睇到睇得好清楚添啊！但係邊個嘅棟梁睇唔到啊？別人眼中嘅灰塵你睇到邊個嘅棟梁睇唔到啊？係咪？你明白噶啦，係嘛？即係自己嘅棟梁咧，就一啲都睇唔到。所以咧，我哋透過棟梁去睇人哋咧，其實歪曲咗噶，好多時候歪曲咗。一齊讀第一段輔助經文，讓我哋真係喺呢個群體裏邊，我哋就係咁樣守望我哋弟兄姊妹啊嘛。我一齊讀，預備，好，你就吞着只有他和指出他的錯，他若聽，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若是不聽，就告到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步一步跟住呢個步驟。對於軟弱、對於跌倒嘅弟兄姊妹，我哋係希望佢能夠盡快悔改亦都保存佢自己嘅名聲，係嘛？單獨勸勉佢。
希望佢悔改。若果真係咁橫梗嘅話，我哋唯有再揾埋牧者執事再勸佢，係嘛？一步一步，最終係希望佢能夠回轉，能夠悔改。求主幫助我哋。我哋唔係因為睇到神嘅家裏邊，或者自己家裏邊有任何嘅成員有軟弱、有不足，我哋就咁輕易放棄。反為我哋應該好似摩西一樣，將神已經俾咗我哋嘅無條件嘅愛，將耶穌基督俾咗我哋嘅無條件嘅愛，係應用翻出嚟喺神嘅家，喺自己嘅家裏邊，好似摩西一樣。所以摩西嗰份嘅屬神嘅愛，唔單止係顯示喺佢對呢個民族嘅堅持嘅服侍，唔單止係顯示緊佢用百般嘅智慧去挽回呢個民族，免呢個民族再犯呢個拜金牛嘅罪。頭先我所講，摩西用嗰個方法係好有效嘅，因為點解呢？跟住嗰幾十年啊，雖然以色列人都有犯唔同嘅錯，但係冇再拜金牛，真係冇再拜，因為呢個金牛嘅影響呢係幾百年㗎，因為以色列人喺呢個埃及咧係被為奴幾百年啊，所以嗰個影響好犀利。但係自從摩西將佢磨碎沖咗之後咧，就真係好似暫時沖咗啦，冇再犯。摩西亦喺第三方面咧係讓我哋睇見咧佢對呢一班軟弱得罪神嘅民族嗰份難能可貴嘅愛心。呢份愛心如果唔係神俾佢，係好難做到。而我哋要學習嘅話，我相信我哋要好努力先學習到。就係摩西除咗發嬲完一輪之後，跟住佢就為呢班人祈禱，同埋佢祈禱咗幾多日啊？佢祈禱咗幾多日啊？喂，記住佢唔係為一班好愛佢好得佢歡心嘅人祈禱，佢係為一班令佢憤怒到幾乎係即係把持唔住啊，係咪？即係用翻我頭先嘅例子就話，聽日結婚，今晚你收到警局嘅電話，話你將要同佢結婚嘅人係犯呢樣罪犯嗰樣罪，咁我相信弟兄姊妹話，仲同唔同佢結婚啊？如果你話佢繼續同佢結婚，同埋即刻為佢祈禱，你會覺得佢係怪人嚟嘅，真係仲為佢祈禱。呢個就係摩西啊！我哋細心去讀啊，係呢一份愛咧，就係今日我哋要2017年開始要學習。點解？因為我哋身邊就係有呢啲弟兄姊妹啊嘛，就係有呢啲而家失落緊啊，被罪惡捆綁緊啊，但係好有恩賜噶佢哋，同埋曾經係被神大大使用啊！你所認識嘅基督徒啊，而家係喐唔得啊，俾罪惡捆綁緊啊！我哋唔好講40日啦，我俾大家挑戰4日啫，得唔得？4日，連續不停4日。喂，你而家神即刻感動你，你嘅心知道就話，嗰位弟兄、嗰位姊妹真係可惜。如果佢唔係跌倒，如果佢今日站喺侍奉崗位裏邊，哇，佢係好大果效，佢好有恩賜啊佢。但係好可惜，佢翻去舊人舊我嗰度，佢而家完全唔喐得。甚至乎連教會都唔翻得，甚至乎比唔係基督徒更差啲嘛個行為，你係咪即刻已經諗到啊？我哋有冇摩西呢份愛心就話，我要為佢祈禱，神啊你感動我為佢祈禱，唔係淨係為佢祈禱，我為佢禁食祈禱，禁食祈禱幾多日啊？你講得非常好啊，晝夜啊！我哋所以即係。大家再細心諗下就係呢份愛心咧，仲係距離我哋好遠啊，係嘛？即係佢係愛呢班人愛到一個地步就話，佢要40晝夜不停啊為呢班人祈禱。因為點解啊？因為而家呢班人係落喺一個好大嘅危機裏邊啊！咩危機啊？留意咯，呢個危機咧係佢一手用祈禱挽回噶。所以如果大家想有一個祈禱嘅方程式，神一定會應允咧，就喺呢度啊，就係呢班民族神已經點樣啊？留意13節、13、14節就係呢班民族已經死梗噶啦，冇啦！神已經想放棄。第13、14節一齊讀啊！預備，耶和華又對我說：嗰班野百姓是硬着頸項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要滅絕他們，將他們的名同天下塗抹，使你的後裔比他們成為更強更。哇！神呢個咁嘅宣佈對摩西嚟講係，即係只要摩西話阿門，神啊，你做你要做嘅嘢啦，咁就得噶啦，使乜40晝夜祈禱啫？而且將來以後有個叫做摩西國啊，幾好啊！摩西國啊，係摩西嘅後裔嘅國度嚟嘅。摩西唔認同神嘅建議啊！哇！呢個真係喺聖經嘅記載裏邊好罕有啊！即係神嘅定義咧，會俾摩西嘅祈禱改變咗噶。你諗下真係好難得，嗰份愛真係神已經叫佢放棄噶啦，係嘛？你有冇有時有啲感覺就係呢個人神放棄噶啦？你有冇咁嘅感覺？我勸大家暫時唔好咁諗住，因為我哋仲未試過40日祈禱啊嘛，係咪？試下40日祈禱，睇下有冇咩改變先。摩西就喺40日不停嘅祈禱，神改變咗心意。咁佢呢40日祈禱裏邊個禱文係乜嘢咧？好寶貴。我相信個禱文就集中喺第2段輔助經文，所以我哋即係要為一啲即係我哋而家正話諗到嘅弟兄姊妹咧，要祈禱嘅。點樣祈禱咧？係嘛？佢個心咁硬係嘛？好，我哋就睇下第2段輔助經文一齊讀，預備。我因耶主耶和華，求你不要滅絕你的百姓，他們是你的產業，是你用大能從埃及領出來的。求你紀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這百姓的橫邪惡罪過，免得你領我們出來的那地之人說：耶和華因為不能將這百姓領進他應許之地，又因恨他們，所以領他們出去，要在曠野殺他們。其實他是你的百姓，你的產業，是你用大伸出來的膀臂。摩西打中咗神嘅心，摩西用神嘅約嚟打動神嘅心。就神啊，呢班人真係令你好失望，但係呢班人係你立約嘅後裔，係你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約嘅後裔，求神紀念你嘅約。我哋就用神嘅約為軟弱嘅弟兄姊妹祈禱啦。神啊，佢曾經真誠咁信主、受浸、領受主餐、侍奉。神啊，求你紀念你嘅約。佢失信啦，但係神你嘅約係唔會失信。摩西就用神，因為神係唔會忘記佢嘅約㗎，所以神心俾佢打動咗。摩西唔單止係找緊神嘅約，打動神嘅心，更加係找緊神嘅榮耀。所以佢睇到神要彰顯佢嘅榮耀。如果呢班人即係神滅絕佢哋，神啊，你會俾外邦人毀謗你，話你冇能力帶呢班人入迦南噶，對你嘅榮耀有虧損噶。神啊，唔好滅絕佢哋，免得外邦人咧係用呢件事嚟論斷你嘅榮耀。所以我哋咪就找緊神嘅榮耀，去為軟弱嘅弟兄姊妹代禱咯。神啊，佢哋曾經榮耀你，曾經叫你得榮耀，曾經造就唔少弟兄姊妹，所以求神你喺佢身上再得着榮耀。佢哋嘅悔改，佢哋嘅歸回就係最大嘅榮耀啦。所以第二代以色列人冇再拜金牛啦，第二代以色列人呢，最終喺約書亞嘅帶領之下入咗迦南啊，榮唔榮耀啊？外邦人都冇辦法論斷神係話，所以摩西呢度就找緊到就，如果你滅絕呢班人，冇錯，我摩西得到榮耀，摩西國就從此誕生，但係神啊，你嘅榮耀就虧損啦。我睇你嘅榮耀比我自己榮耀更大。你明唔明啊？呢段嘅禱文真係好寶貴，就係幫助我哋明白到點樣去為軟弱嘅弟兄姊妹祈禱咧，找緊神嘅約，
弟兄姊妹曾經同神立約嘅，今日俾惡者捆綁咗，求神紀念佢嘅約。弟兄姊妹曾經叫神得到好大榮耀嘅，喺侍奉上面有好大果效嘅，而家冇晒啦，求神你叫佢復興，好似頭先嗰首詩歌一樣，求神叫佢復興。當神嘅兒女復興，神嘅僕人復興，喺跌倒嘅地位上面企翻起嚟，真係好似枯骨復活一樣，好似以西結所睇到，哇！呢班枯骨揼揼聲成為一隊軍隊。如果當日主耶穌對彼得話：你唔係一次背叛我，你3次背叛我，你仲好意思嚟？啊？咁啊，我哋唔會睇到彼得前後書啊！有咩理由對一個3次背叛佢人仲煮早餐俾你食啊？係咪？仲喺約翰福音廿一章煮埋早餐俾你食，搞到彼得真係不停咁流淚，我諗真係點好意思啊！呢餐早餐真係啊，好難食啊！真係，咁啊仲敢唔敢背叛耶穌啊？係咪？所以喺一入到使徒行傳，彼得真係哇喺法庭面前啊，毫無懼怕，係咪？要殺要打任你。對於嗰位我曾經傷害過但係咁信任我嘅耶穌，我點可以仲背叛佢？如果我哋肯有摩西呢份鍥而不捨嘅愛心，特別喺禱告嘅方面，特別對一啲肢體鍥而不捨咁禱告，無論佢係失喪嘅，無論佢係軟弱嘅，我相信總能夠讓神喺佢生命裏面動工。所以我哋所缺少嘅就係呢一份鍥而不捨嘅禱告嘅心。我哋讀一讀禱告嘅果效有幾大呢？就係第3段輔助經文。呢一種禱告嘅果效有幾大？禱告係禱告嘅難度好深嘅，因為我哋係講緊係為嗰啲得罪我哋、令我哋好唔滿意嘅人祈禱啊，唔係講緊為你好愛護嘅人祈禱啊！所以禱告嘅果效好奇妙。呢個第3段輔助經文一齊讀，預備。我這是也應不忍心，耶和華吩咐我說：你起來引導百姓，使他們進去。摩西禱告真係完全應允，係咪？只係呢個神改變佢嘅心意啊！神係好啦，真係太感動我啊！真係呢個禱告啊，讓摩西重新帶領呢些人向迦南邁進。求主幫助我哋喺弟兄姊妹嘅咁樣類似嘅禱告當中啊！我俾大家挑戰就係40日真係好難啊，4日先啦，係嘛？由4日開始試下為頭先神已經俾咗啲名你噶啦，即係嗰啲都係神曾經重用同埋神曾經大大去對佢有期望嘅，但係而家唔喺呢度噶，亦都唔喺其他教會啊，可能而家瞓緊覺添喺度。我哋用祈禱將佢挽回。呢個係好嚴肅嘅事嚟。摩西嘅愛心不獨係在於佢堅持服侍，不獨係在於佢用智慧去挽回佢哋唔好再犯同樣嘅罪，不獨係在於恆切禁食40晝夜嘅禱告。最後，摩西係用好大嘅精神同埋好大嘅誠意去認真教導離開神嘅子民神嘅話語。拜金牛犢嘅事件讓摩西充分認識到神嘅話語嘅影響力呢，係遠遠及唔上傳統嘅迷信。傳統嘅迷信400幾年，令呢班人嘅身心靈裏裏外外都係金牛犢噶啦。就算啱啱聽到西乃山上面嗌落嚟話不可拜偶像，不可雕塑任何偶像，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不可妄稱神嘅名，當守安息日，當孝敬父母，不可殺人等等呢10誡，又點呢？係嘛？即係佢哋聽到但未入心啊！咁究竟神嘅話語點樣先能夠進入我哋嘅內心，將舊人舊我徹底拆毀，叫我哋結出聖靈嘅果子呢？
詩篇第一篇嘅序言真係非常重要嘅，就係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喺今年裏面都係對神嘅話語有呢種態度，咁樣先能夠咧係避免舊人舊我翻嚟捆綁我哋，絆倒我哋，係嘛？咁樣先能夠讓神嘅話語喺我哋生命當中扎根建造，結出聖靈嘅果子，讓我哋恭敬讀出第5段嘅輔助經文。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對神嘅話語就係有呢一份嘅愛慕，呢一份嘅堅持。一齊讀第5段輔助經文，預備。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得的盡都順利。我哋留意呢度唔係話為閱讀耶和華嘅律法，唔係為閱讀，係為乜嘢啊？好愛，好喜愛。你喜愛你先會進行噶嘛，係咪？如果你唔喜愛嘅話，你單單讀咗，你單單知道。所以呢度唔係講話為知道耶和華嘅律法，唔係，係喜愛，好愛。但係我哋要愛耶和華律法之前，我哋先要明白先得噶嘛，係咪？如果我哋唔明白神嘅律法，我哋只係真係想即係喜愛都幾難喜愛啦，係嘛？所以我哋點樣去明白神嘅話語咧？感謝神。所以喺神嘅家裏邊就有唔同嘅機制去幫助大家一步一步去明白神嘅話語。呢啲機制包括主日嘅定期嘅主日學，主日學係會不停嘅按次序嚟到開始咧係新舊約聖經逐卷嘅教導。除咗主學之外，亦都係知道有弟兄姊妹主日未必翻得到嚟去參加主學嘅學習，所以有日間嘅查經班同埋夜間嘅查經班，分別都係以書卷嚟作為主要嘅教導嘅嗰個嘅教材，讓弟兄姊妹能夠喺神嘅話語裏邊由明白進到去喜愛。而弟兄姊妹由明白進到喜愛咧，仲要好似呢度嘅指示就話晝夜點啊？對神嘅話語，晝夜思想。今日我哋晝夜思想神嘅話語，呢個需要更加迫切，因為外邊嘅信息好多啊，好多信息好多都係假嘅信息，好多都係錯嘅信息，係嘛？呢啲信息不停咁去衝擊喺我哋心裏邊仲有嘅神嘅話語咧，都俾佢衝擊噶。如果我哋唔晝夜思想，有陣時有一啲錯誤嘅價值觀，或者過往信主之前錯誤嘅迷信翻嚟，我哋都唔知，好似以色列人一樣，係嘛？佢哋公然喺西奈山下邊公然去拜金牛犢，都覺得冇乜問題噶，因為呢個就係佢哋400幾年所受嘅嗰個影響啊嘛。好感謝神，過往我哋有好忠心嘅主學老師，好忠心嘅日夜間查經班嘅導師，都好悉心去教導弟兄姊妹，而弟兄姊妹亦都一般嘅反應都幾好。但我希望我哋大家繼續去為呢幾個機制祈禱，同埋積極去參與，積極去投入教會嘅聖經嘅教導，讓弟兄姊妹能夠最終明白神嘅話語，喜愛神嘅話語，多結果子嚟到榮耀神，好似摩西一樣。因為摩西嗰40年嘅曠野，除咗面對咁多罪嘅衝擊、咁多怨言之外，其實佢係要做一個審判嘅工作。因為以色列人當中有好多嘅問題啊，佢需要做判斷啊。而曠野40年嘅生活係好唔容易嘅，因為非常之熱。所以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喺呢40年裏邊要寫好摩西五經，容唔容易啊？好大努力。而摩西五經就係摩西教導以色列人嘅時候嘅筆記嚟嘅，嘅5本嘅筆記。呢5本嘅筆記就成為以後祝福以色列人同埋祝福神嘅子民嘅重要嘅書卷。其實今日留心時事嘅人都會清楚知道，唔單止係香港，唔單止係中國，唔單止係美國，其實整個世界都面對好多唔同嘅危機。
呢啲危機，你問啲專家，專家都話我都唔知，我都唔知呢啲危機點解決。所以喺呢一種嘅張力裏邊咧，神嘅教會更加重要，就係將神嘅盼望、神嘅永生、神嘅福音帶俾嗰啲無助嘅人、無望嘅人。神嘅教會點樣能夠喺呢一種巨大嘅衝擊裏面屹立不倒咧？能夠完成神嘅使命咧？我哋翻返去睇下摩西，翻返去睇下當日嗰40年摩西所受嘅內憂外患，幾大嘅衝擊，佢點樣能夠守得住咧？係因為愛。雖然我哋可以咧分析佢又有咩領導嘅技巧啊，有咩寫作技巧啊等等，我覺得呢啲次要㗎。如果冇咗一份對神嘅子民嗰份愛啊，一切嘅恩賜用唔用到啊？所以如今常傳嘅有信、有望、有愛，其中最大係乜嘢啊？如今常傳好似保羅所講啊，如今常傳嘅有信、有望、有愛，其中最大嘅係咩啊？我哋希望呢份愛，今日喺你嘅心裏邊充滿，因為主耶穌嘅愛，只叫我哋由咁軟弱、由咁不配嘅位置裏面成為神嘅兒女，有永生嘅盼望、君尊嘅祭司、聖潔嘅國度、屬神嘅子民。如果我哋今日將呢份愛唔係好似死海咁樣困死喺我哋自己嘅生命當中，叫自己得益處嘅，真係好似摩西一樣，我放棄咗摩西族，神啊，你唔好俾我有摩西族啊！我唔想要，我想要嘅係你嘅榮耀，係以色列呢班軟弱嘅人能夠復興。如果我哋咁樣諗，對呢個家、對呢個教會又咁諗，呢一間教會能夠係跨越一切嘅障礙、一切嘅試煉，喺呢個有新街同埋喺其他地方能夠為神發熱發光，我一齊祈禱。天父讚美感謝你，如果冇摩西嘅愛，就冇以色列民族。如果冇主耶穌嘅愛，就冇我哋。求主都將呢份愛喺今朝早厚厚澆灌喺我哋弟兄姊妹嘅心裏邊，讓弟兄姊妹啱啱諗到嘅失喪嘅、失落嘅、跌倒嘅、軟弱嘅弟兄姊妹，我哋開始用禱告去服侍佢哋，開始用其他唔同嘅方法去挽回佢哋，以至到神嘅教會能夠見證到神嘅榮耀同埋神嘅信實。祈禱奉耶穌嘅聖名。